玉仁他是朱立伦的岳父哈，是6月30号去找郭台铭见面，要干嘛呢？贴出高玉仁甲郭台铭见面的相片，资深的媒体人黄光芹伫节目中讲，郭台铭甲国民党一直拢有联络。517如果是个逗点，那723在换候这件事就会是一个据点。接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这个黄世修讲，到7月底拢对拿赢有期待，甚至到8月份的时，佫希望国民党将侯友宜换掉。就是说，反正要谈就是只能谈。他上侯下就没办法谈，这近期发生的事情吗？大概也3个礼拜前了，所以。从党主席朱立伦的指示甲过党的开始对话，连线问想要讲对方的态度会怎样，合作有较困难。有机会我们都愿意，可是看起来他们不愿意。结果郭台铭伫8月28宣布要独立参选，详细的民调嘛出炉啊。总统4强对决的情形下，赖清德以差不多3胜3排第1名，郭文哲2胜2，侯友宜1胜5，过党的要我1胜3排伫第4名。特别注意的是，针对过党的独立参选，无支持民众有4胜4。比支持的3胜6更较悬。没有政党的澳元，也没有立法委员可以派，甚或也没有县市长的支持，只是希望来当正的。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，恐怕缘木求鱼。参选前整合超袂好势，即马过党要安怎甲国民党谈判？好外界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